Hello，大家好啊！我係迎天啊，我身後邊呢就係今次嘅抽獎場地啦。事不宜遲，我哋今次一齊嚟抽獎啦！今次呢係我嘅頻道第一次抽獎，我將會轉3次，每次呢都會有一個號碼嘅。3次之後呢就會有一個3位數嘅號碼，呢3位數嘅號碼呢就會係今次嘅抽獎結果。4、8、7。今次嘅抽獎結果係487，抽獎名單呢將會喺我嘅 YouTube 裏邊公佈嘅。多謝各位，我哋下次再見。今次嘅抽獎結果呢係487，咁而睇返 YouTube 嘅留言呢，最接近487嘅號碼係555，請呢位得獎者呢盡快去我 IG 聯絡。Hello， 我係迎天啊，而家呢我就嚟到屯門嘅利寶商場，今次呢我就同大家玩彈珠機。咁其實咧，我之前都喺度玩過嘅，咁所以咧，今次咧我就撳會員取珠。我而家剩翻483嘅，咁就攞晒出嚟先啦。483粒珠啊，都成個兜喎。咁今次呢，我就會同大家呢實況玩彈珠機嘅。咁每次開局咧都係5粒珠，跟住就會減倍數，2倍有4盞燈喎。每贏50粒珠咧就會有一張卡嘅。咁一入滿50粒就可以咧彈㗎啦。哎呀，啱啱好喺正中間唔到。中咗啦！咁佢啲飛咧都喺下邊嘅，一張張咁樣，好似冒險樂園嗰啲飛咁樣。哇！得6倍，6倍。2倍大得3粒。
又中喎！4倍有3粒。佢每一局咧最多可以有3張，即係話我可以入到150。152。哎呀，爭少少啊！2倍有4盞。哎呀！8倍嘅話，哎呀，大力去中間啊！2倍打得3盞得。細少少入去咗呢度，應該大力啲。今次應該要細少少。走啦！大力啲就入咗中間啦，大力啲。哎呀，好唔穩定啊！執返先。開心30秒啊 ！Ready? Go! 好。
咗，成功咗，成咗。哦！哎，爭少少。3盞架機知我拍片，所以咧就唔俾我做。應該細力啲。加油加油！我就嚟冇油。我唔知咩嚟嘅喎，呢個遊戲。算。大啲，大啲做呢個。哇！呢嚿又係最多係150。大啲，唔中啊！呢次爭少少啊！都要細力啲啦。哎，中啊！
啊，6倍但係得1格。多啲啦，4盞燈就正常係最容易中嘅。2倍但係得3盞燈喎。哇，4得2盞燈，過唔過？哇！我咪應該要入晒150，跟住就我都唔知彈邊度。4倍有3盞燈。肯定都係啊！犀利 ，yes！咁玩多幾鋪就算啦，下次會再玩。因為玩彈珠咧係消磨時間，其實都唔知玩到幾時。雖然我又唔係中得多。2倍就係得3盞燈喎，去到50就算。好，再中翻。玩多最後3鋪。
豬。最後兩鋪，但係得3盞燈喎，我又唔好想搏咁多。大啲，哎呀，爭少少，最後一鋪。哇！好，最後一鋪，瞓身啦！最後一鋪，哎呀，爭少少啊！嚟，玩多鋪。又係6倍嘅，係玩我㗎。150。唉，玩多鋪。呢次有4盞燈。晒佢，晒佢啊！啲人話咧，貪字就會得個貧嘅。最後一鋪。冇晒，地上邊仲有2粒。198，好，最後一鋪，大力定細力好咧？都係大力細力啲。啱啱好。加油！快啲！頂住！頂住！頂住！3、2、1，呢個係頂住。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，都好，有15張飛，15張飛。
鎖匙扣都要26張飛，盲盒都要過100，公仔140。如果大家咧有去開邊度玩彈珠機咧，可以留言話俾我知，邊度好玩，邊度值得玩或者好抵玩嘅，留言話俾我知。咁大家睇完條片啦，嚟到呢個最重要嘅抽獎環節，今次咧就會送3隻公仔嘅，因為咧上次條片咧就有500幾個 views 嘅，咁今次咧就加碼送多啲公仔俾大家。咁都係啦，第一隻公仔咧就會係芒黐黐呢隻迷你公仔，係啦，正版嘅芒黐黐粉藍色嘅迷你公仔。咁如果 view 數去到超過500啦，咁就會送埋呢隻黐卡哇嘅哥布林，揸住本書嘅。然之後咧，如果個 view 數咧去到1000個 views 嘅話咧，就會送呢一隻迷你公仔。OK， 都係正版嘅，係啦。唔知有冇人中意啦呢隻？咁抽獎辦法咧好簡單嘅，最重要咧都係睇晒我條片先啦。跟住咧喺留言咧嗰度打我要抽獎，然之後咧就好似上次嗰條片咁樣咧，揀一個3位數嘅數字000至到999，你隨便揀一個啦。跟住咧到最後就打翻呢條片嘅感想啦。咁因為咧，如果係多過一個參加者，多過一個中獎嘅朋友嘅時候咧，我就會睇下留言，睇下邊一個留言係比較好啲嘅，我就會揀嗰個噶啦。咁由而家開始可以留言噶啦，去到星期日嘅23:59，即係去到星期日夜晚嘅11:59為止，你哋都可以留言嘅。咁睇下下條片邊一個會得獎啦。好啦，希望你哋可以訂閱我嘅 channel 啦，記得俾個 like、share 俾朋友，同埋咧撳埋個鐘仔，一有新片咧我就會通知你噶啦。我哋下條片再見啦，多謝各位收睇，我係刑天，拜拜。流れる雲